好，这位选手是阮家玲的希望，欢迎桂中优。前两关轻轻松松斗定迷干，直接过关。但是今麦第三关，高山海天顶。哇！别去，这市场有点不当嘞。这走，油啊吼，会当叫做过教授，他大嘛，用真简单、真清楚的方式来解说讲咱每一关。喂，他们都像样。哦，险差一点。咱家己头仔讲到吼，甲这厉害啊，叫家己出册哦。来到这个珍珠吉尼茶，咱油啊的体重差不多70公斤啦，3粒大粒，4粒大，1粒小粒的，哦，安尼可能拄啊好。一个弄熟，爱等好准哦，爱等好准哦。你要是珍珠等去外口，安尼你就失败哦。你等好准了无？哦，这袂急进，收急了，食紧拢看我。搁一粒。慢慢来。好，安尼应该是会当稳稳啊过啦。这对咱油啊来讲应该是最简单的。哦，今晚来到监督悠海。哎呀，丢！哎呦，蹭的过去啊！蹭。开无2分钟，1分50秒，已经来到麻将这关啦。麻将等10个，要为顶面过。八顶关较保险啦。卖赶时间，其实赶时间也无效。其实咱访问时阵嘛有讲到，咱这个节目到即晚为止吼，艺人的朋友也无过关过哦。所以咱油啊嘛算讲是咱演艺界的希望啦。加油！嘛可能是咱全台湾的演艺界上有机会过关的啦。讲全台湾大社会。跳好。来哦！哦，帅！好，大家休赚钱哦。关家。标进一个。嘛讲过吼，有一个使命感，要代表咱全台湾的演艺界的朋友，伊一定爱过关啦。来了！哎呦，开身躯手够力，要够力的，加油！不要这个。哦，去你啊！哎，摸溜手去，去你啊！哎，摸溜手去，丢掉，希望！去你，跟这个，全村的希望，油啊是咱台湾演艺界，谢你。油啊，你会使，不要这个。你会使，莫放弃，我害的，哇！是不是啊？是你底下海龟，你海过啦，你是咱演艺界的希望啊！手咧开一个，快点休困。对，咱演艺界的希望啦，但是嘛唔通去拖哦，唔能拖你的了时间了你的体力。是你先等来，串一先落去啊！收一个，有法度无？你经伤久啊，行啦。你愈拖是愈无力哦。海过，跳过，啊买啦，跳过，海过，啊买啦，喂呀，啊买啦，喂呀，哎呦，演艺界希望啊！关拢无。到第二季吼，第二季我佫无过，我退出演艺界。哦，水啦，即摆呛啥？敢讲啊，伊即摆算真悬啊啦。大伯咱家定个记录啦，已经足厉害啊，多谢。感谢油啊！欢迎给您的希望 Part 2朱定辉，伊的山顶是排球。来，哇，海过，你说咱拍排球爱跳吼，爱跳爱海。哇，水哦。哦，头拄看到咱定位吼，伊是一个拍排球的选手哦，算讲是排球少年呐。哦，来，好，食紧弄破碗，豆豆来，加油！来，手了在哦，来，希望啦，全村的希望啦，水啦。哦，即马来到咱第4关，珍珠吉尼茶。这关吼拢开的时间会小可较久啦吼，所以吼那咱小观察者，看咱定位有哪来摕咱的珍珠拿手歌无？拿手歌拿跳舞，卖乱了，无多啦，穿架啦，无可能啊，先串啦，3粒大粒的珍珠，
哦，咱定位伊的体重是差不多76公斤，所以4粒是较透动啦。较保险啦。哦，哟，考验起步的功能哦。啊，拄仔讲着讲吼，咱定位吼真习惯讲，哪做其他代志哪唱歌了，代表讲伊这个人心脏甲起步的功能是非常之好啊。来，咱珍珠建议茶嘛是为着身体健康。来，第4粒。哦。哦，看起来敢小可爱喘啊哦。哇，有咧喘。来，调整一下吼，调整一下，跳过。水啦！一个穷过头啊！哦，即摆来到咱高度悠悠海。你拄则卡头了啊，磨掉但无哦。软卡啦，无要紧啦。加油啊！双卡甲这个咻跳过。八卦的力量。有哦，真稳哦，真稳哦。但是第1粒咱的这个角度是较固定的啦。第2粒角度就该是正杠的挑战。哇！跳油！该是正杠的挑战。跳油！该是正杠的挑战。跳油！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哦。犀利哦！其实我刚刚关卡，来犀利哦！哇！伊用规个柜台一关过关，你看。手会夹关卡袂止力啦。虽然有淡薄外国起错，不过还是到位。嘛是到位啊！加力啊，加力！哦，即摆吼来到麻雀电视股，规身躯敢若要上无啦。高分小顾一下吼，手这时阵一定是出汗啦，一定是出汗。加油哦！即摆时间差不多3分要40秒哦。哦，即摆丁伟伟嘛是咱这个演艺界的希望啊！哦，创办人加油！我上看好你啊！加油吼！你一定会赢油啊！诶，当然油啊做袂到诶，即摆吼丁伟一定爱缀较够哦。哇！唔爱缀较够，佮爱超过，佮爱超过。加油！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哦。全台湾的演艺界，甲所有咱的观众朋友拢在看诶。是的。加油啊！哦，第3击败，青花甲红中之间吼，这个黄金是小可较远啦。稳一个，稳一个，稳一个。这个胖较大啦。哎，摸到急哦，水哦。哦，对，谢谢啊！哦，还聊斋。哦，但是咱经验嘛，拢有甲阮讲哦，倒来，这个部分嘛，真考验你的智慧啊。先等者。哦，谢谢你哦。哎，你我想，搁冰一个，搁冰一刚个。每过一关拢两卡啦。水。加油！哦，即摆来到咱玉山拼关家的门口加处啊！油啊！加油啊，创办人！加油！即摆时创办人间哦，加油！差不多要5分钟啊哦。马紧时间放我袂记。哎，你看即摆油啊，足紧张的，你今日甲超过，一直咧看，到底什么人是？你一定要甲超过啦！业界的希望咧。嘿，互人知影咱拍排球的人有偌厉害。我蹲地，加油！就爱聊斋吼，聊斋。加油！就歹了。拼过油啊就好啊，拼过油啊就好啊啦。有哦，来，厝好，这边搞啊，这边有搞。有。来，这坎小看远哦。哦，这看就困难的哦，爱压起来哦一。口气给拼起你啦，一口气给拼起你。加油啊！好啊！我唔甘啊！油啊跳出来啊！油啊一边啊跳出来啊啦！